7岁能复其。彼引物，人称其，而幼学，当孝之。蔡文姬能辨情，谢道韫能咏吟。彼女子且聪明，而男子当自警。唐刘晏方7岁，举神童，作正字。彼虽幼，身己事，而幼学，免而志。有为者亦若是。犬守业，鸡司晨，苟不学，何为人？蚕吐丝，蜂酿蜜，人不学，不如物。幼而学，壮而行，上治君，下则民。扬名声，显父母，光于前，裕于后。人以子，金满盈，我教子为一经。勤有功，戏无益，戒之哉，以勉励。忠义精神，忠诚不二的使命，如孔明之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义勇承担的精神，如关胜之金钟日月，气贯长虹。精为一贯的哲学，如孔子之老少同归，大同世界。神圣尊贵的天职，如崇德之白杨修士，道传九州。是以修士秉持忠义精神，忠胆耿节，于人心中平除己心，贪嗔痴妄，喜怒哀乐；于事情中要求己心，至诚无息，始终如一；于物理中显现己心，清正廉明，高风亮节。